说完了。对，我喜欢你，我没出息，我控制不了我喜欢你的这颗心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姐姐只有一个，谁要是对不起我姐，我只能对不起自己了。像感情这个东西一样，时间长了都会变淡。哎，瑞总，有空吗？啊，我正要去找罗总呢。哎，你这么快恢复啊？当然了，谢谢你的照顾，这钱给你。贿赂？我们部门不接受贿赂的。你见过用300块钱贿赂人的吗？你书忙有什么事做不出来？好，我就当你这话是夸我了。那天看病的钱，我看了一下单子，一共是268块钱，剩下32块钱，给你当小费。你跟郑楚也算这么清楚吗？嗯。当然不，他是我们部门的人，自己人好说话。我这个人呢，爱看人下菜碟儿，知道谁的钱能花，谁的钱不能花。飞爷啊，事业部的苏芒是不是又惹事了？我听说昨天有个明星跑到他们部门，大吵大闹的，到后来还和他动手了。罗总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了，听说你整个过程都在现场啊。你觉得苏芒这个人怎么样？苏芒啊，严格上来讲，不算是好女人。哦，你也这么觉得？当然了，罗总，如今什么是好女人的定义呢？在家里能够相夫教子，但是你能想象她相夫教子的画面吗？起码我是想象不出来的。你就拿绯闻来说好了，如果是其他女人的话，早就叫苦连天了。可是她呢，一声都没吭过哦。作为同事的话，这一点是值得尊敬的。如果是平常交往的话，哼，我是觉得他这个人啊，强势、无趣，工作永远是摆第一，软硬都不吃。这段时间呢，他风头有点盛啊，同事关系再处不好，很容易出现问题啊。罗总啊，说句难听的，和谐相处，这是居委会的事情。苏芒呢，你只要把他当成一个工作机器，只要能帮公司挣钱，是你最大的能力。压榨他，他外面的名声好不好，不重要嘛。你怎么来了？天哪，你在家呀？哎，你还有新封面膜呢？你有事吗？我当然有事了。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，微信你也不回，你玩消失啊？哎，可能没电了吧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哎，这是未来3天的你 schedule， 你看一下。哎，昨天你和苏成没怎么着吧？我能跟他怎么着啊？这个代言还有商演都划去吧，就说我身体不舒服。还有这个广告，你去告诉他们延期，大概3天吧。哎，我说果果，这些我们都是签了合同的，违约是要赔款的。还有这个签名会，戴墨镜出席没问题吧？用得着眼睛吗？用眼啊？
就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觉得适合参加活动吗？还是先戴上吧。太吓人了。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接电话呀！小秋，来了，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拿这个给你。哇，都修好了，这么快？我怕你着急，就给你送过来了。哎呀，你打个电话，我过去取就可以了，还专门跑过来。没关系，我刚好路过这儿。对了，你这个扣以前是老式的，我帮你换成新式的了，这样更方便携带，也更好看。谢谢你。要不要我帮你试戴一下？好啊。来，换了这个扣以后啊，你自己戴也很方便的。谢谢。好了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好了，东西送完了。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你别急着走啊。哎，这样吧，我们找个地方坐一会儿，去喝杯东西怎么样？不会打扰你吗？不会，走了。好。果，你看看，你这负面新闻又出来了啊！你现在就是一个负面女王啊！果，姑奶奶，祖宗，咱别这一副看破红尘的样子，行不行？不就挨一巴掌吗？怎么了？咱们从哪里跌倒的，咱们就从哪里站起来呀！咱们换一个漂亮的姿势，然后我们，再倒一下，怎么了？啊，多大点事儿啊！哎，我现在有时间，我可以帮你去找正处，咱们一起去。不想找他。那你别这样啊，我这特别担心你呢。这样吧，你陪我去魔术馆吧。魔术馆？找苏畅干嘛呀？我去复仇，可以吗？啊？
唐明哥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没什么。你是不是生我气了？我让你来接我。你知道小江那个人，其实他很敏感的。我是怕咱们戏做的太假，他看出破绽，到时候还是会对我死缠烂打。所以，真的不是因为你，放心。你要是真的有什么心事儿，可以跟我分享的。其实没什么事。最近果果跟郑楚闹些小矛盾，我在他们中间左右为难。不好意思，你是郑楚前女朋友，我觉得跟你说这些话不太合适。没关系啦，我们都分手了，而且我对他也没有别的感情。至于果果嘛，他就是个小孩儿，脾气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你不用担心的。都好几个魔术了，怎么老板不亲自下来给我们表演一个呢？我们是来看当家的变魔术，不是看这些小咖在这里撑场子。就是，都喊半天了，这苏老板怎么还不出来啊？一这脸一出名，他就耍大牌啊！不行，哎，大家跟我一起喊啊！就不信叫不动他。苏老板，来一个！苏老板，来一个！苏老板，大家听我说一下，听我说一下，今天苏老板真的不舒服。这样吧，我做个主，今天的酒水呀，还有干果都免单。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走了。哎，对不起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这边请，不好意思啊，欢迎下次光临。哎，你谁呀？你站住！哎，你下来，小姐，门在那边。是我。你有什么事儿，我帮你传给老板。苏畅，你出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要是再不出来的话，我就摔东西了啊！别，你知道我的，我真摔了，我摔了，摔！清楚，我觉得你那天说的话不对。如果我只为了我自己的话，我就会把郑楚打我的事跟我爸说。有我爸给我撑腰的话，那以后你姐那公司跟唐氏集团就甭想合作了，你懂不懂啊？懂了，你走吧。我大老远的跑这儿来，你就这么对我呀？这是我姐送给我第一件有关魔术的礼物。我爸妈不支持我变魔术，其实我姐也不支持，但最后说服我爸妈的还是我姐。她跟我妈我爸说我弟学习不好，没准在什么歪门邪道的地方能成呢。然后呢？他们就同意了。哪那么容易同意呀？然后没多久，他们俩就去世了。我姐怕我分心，怕我难受，把打工赚来的钱全给我买魔术道具了，还跟我说：“你小子要把这玩意儿学成了，你要是学不成的话，你就给我自宫谢罪去吧啊！”以他那种性格，确实能说出这话。我们俩之后一直相依为命。我知道我是他拖油瓶，他就是嘴硬心软。他总跟我说，他说上
妹子造什么孽了？我这辈子有你这么个弟弟。然后一边又把赚来所有的钱给我买魔术道具了。这馆里70%以上的道具都是他给我买的，就连这馆也是他支持我开的。所以说，果果，你得理解我，你不应该对我姐这样。你要知道，在这世界上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她，你懂吗？对不起。妈咪妈咪红，妈咪妈咪红，妈咪妈咪红。好了，让仙姑做个法，你算一下你的前世今生。别动啊！我现在在你手上。别动，一会儿又不准了。过一会儿你就可以从你手里看到你的前世真身是什么。好了，不许看啊！我让你看才能看。好。今生嘛，哎，有了。5年前，你跟人打架了，还差点被关起来啊！再看看啊，哟，4年前你出过车祸。骑自行车被一出租车给撞了，开出租车的还是个下岗工人，他老婆还得了癌症，心地挺善良啊。我算出来，你还把你的钱都给人家了。你怎么知道这些？别打扰我，我还没算完呢。再算一下啊。哎呦喂，哈，人家还有个女儿上大2啊。差点跟你以身相许，是不是啊？你是不是找唐明去了？找他干嘛？那难道是唐果果？不可能啊！你们俩闹别扭呢。你等会儿，先别问我，我是算出来的。我问你啊，你之前交过几个女朋友啊？就一个陈珊珊，你不是见过吗？你撒谎。你不会把那大2女生也算进来吧？那我跟你说啊，他就喜欢了我1个学期，知道吗？而且我对天发誓，我们俩一起吃过一顿肯德基，连手都没牵过。再说了，那会儿我跟珊珊在一块儿，我也不可能做这种脚踏2只船的事情啊。不承认是不是？仙姑可是会算的。那你告诉我还有谁？严小秋她妹妹啊，是不是你前女友啊？小秋跟你说的。她倒是没跟我说什么，我多厉害呀！一算就算出来了，楚留香，到处留情啊！看看你的手里，我给你算的前身准不准？你怎么骂人呢？画的像不像给你？小秋没告诉你，她的亲妹妹叫陈珊珊吗？啊？你说严小秋和陈珊珊是亲姐妹？她没有把这个事情跟你说明白，也情有可原，因为她们姐妹之间关系一直不太好。我提醒你啊，下次见着人小秋，人不想提这事儿，你千万别追着问。用得着你说，我又不傻。一孕傻3年。
我们到了。不上去坐坐吗？我托人从斯里兰卡带回来的红茶很好喝的，上来尝尝。改天吧，今天太晚了，被邻居看到也不太好。晚安。是有点晚了。那好，好好休息。好好休息。小秋是珊珊的亲姐姐。你要说小秋温柔贤惠、知书达理，这我都同意。你说她有心机，我绝对不同意。唐果果是你亲妹妹，她什么样的脾气你不知道吗？她跟珊珊是老同学，也是死对头啊！你现在身边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个不错的女人，她还不使劲的把这女人往你父母面前推啊？你搞清楚啊！那天小秋是要加班的，是我硬拽着她回家的。再说了，谁知道你怎么想的？你这个唐僧自己认不出白骨精，反倒误会好人呢。你居然还打他！我们兄弟这么多年了，我算是看错了。我冲动了。可是他跑到我的公司，八卦别人的生活，还推一个孕妇，他就没错吗？喂，小秋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家啊，有事吗？我在你家门口，你方便下来吗？好。唐医生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没什么事，心情不太好，出来吹吹风。刚刚一直开着开着就转到这边来了。我没有打扰你休息吧？没有。小秋，你是不是生我气了？我现在说没有，你也不会相信啊。你刚才还叫我唐医生，很明显还没有原谅我。唐明，我想过很久了，我还是不想失去你这个好朋友。好了，我现在没事了。来说说你吧，你刚才说你心情不好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事儿啊？我跟郑楚闹翻了。郑楚？是啊，还狠狠地打了他一顿。这些年的兄弟情谊，我估计剩不下多少了。那你这么高，是不是已经把他打成猪头了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你肯定赢。好啦，别担心，放心吧，你们是兄弟嘛。茭白炒肉，烂菜四季豆，再来一个西红柿炒鸡蛋。哎，我说苏芒，这些零食都没过期，你怎么扔在楼道里呢？哎呀，这些都不能吃了。谁说不能吃的？哎，你又不高考，你懂什么倒计时啊？这比高考重要多了。哎，看看看看，我这2天的成果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哎呦，这窗帘的颜色挺棒的。是吧？5颜6色的，宝宝看着也高兴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说你买这么多红色小象婴幼儿洗发露，你要开店吗？搞那么多干嘛？做人不行啊？哟，茶具也给换了。这个你都不知道啊？劣质的陶瓷是致癌的，这是全无害产品，特别适合宝宝。那宝宝刚出生不都是用奶瓶吗？
你又没养过孩子，你知道什么呀？孕妇专家说了，要培养宝宝用多种器皿喝水，万一他以后不会用这个喝水怎么办哦？哦，你家孩子刚出生就喝茶是吧？谁说茶具只是喝茶的？那这3个哆来咪是？这个最重要。你看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精华甲醛的，这个针对 PM2.5的，这个呢是森林氧吧，开上10分钟，房间就是大自然的味道。嘿，哎，过来，干嘛？我给你插电试一试。不用麻烦了，你不插电我也能感受得到。怎么可能？哇，特别香，啊，空气太美了，哎呀，没有吧？你觉不觉得你有点过度紧张啊？谁紧张了？去把那个搬到那边去。好。紧张？开玩笑吧你！我的字典里就没有紧张2个字。好。哎呀，孕妇的情绪过度紧绷呢，这是大忌。怀孕啊，是女人正常的生理周期，它不是生病。你能不能不那么抱着她？我看着有点不太吉利。我是让宝宝提前感受新鲜的空气。哎呀，估计你这孕妇综合征一时半会儿治不好了。这么着吧，啊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害，我把你这些小宝贝儿呢领到我那儿养去。门儿都没有，这是我的宝贝儿。你上次给你宝贝儿喂食儿什么时候？你管好你家伯爵就行了，别操心我的孕。怎么了？唐明约我去拳馆，找你打架呀？是去挨揍。果果的事儿他还没消气儿。要不然，人说你生病你去不了。让我挨揍？那你挨揍？挨不住的时候告诉我，我帮你打电话叫救护车。走的时候把饭给我做好。哎，怎么了？没事。哦，那个垃圾帮我带一下。今天打完能消气儿了吗？如果我说不能呢？那我就随时奉陪，反正我不会还手的。说的好听，你怎么把他带过来了？不是你怎么来了啊？事情因我而起，我当然要来了。你真以为我见死不救呢？不是，这不关你的事，你走吧。走。唐医生，你好。你好。我今天来就是想说一下事实的真相。郑楚呢，脾气急，脑子笨，还自以为是。说谁脑子笨？闭嘴！我怕他说不明白，对谁都不好，是吧？那天是这样的，你妹妹，也就是唐果果，跑到我公司来，问孩子是不是郑楚的。我说不是，而且跟她说不要把私事闹到公司里来，可是她不听。又说起了我离婚的事儿，当时公司的人都围过来，情况比较乱。另外，那天我身体确实不太舒服，果果是不小心撞到我的，是郑楚误会了，以为他是故意的，所以才动了手。当然，他这样做都是不对的，是他太冲动了。但是你妹妹，你应该很清楚她的脾气。就事论事的话，她这样做也是不对的，是不是？我只是不想因为我的关系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，这不值得。另外呢，我孩子的父亲是谁，我想是我自己的事儿，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
唐医生，你也不会那么八卦，不想知道，对不对？你多心了，你的私事，我并不感兴趣。这样最好。你说的话我都明白了，不过男人有男人处事的方式。郑楚，进来吧。Cheers。嘿，什么时候你？他们老公啊，上次巴黎给我买的。你真幸福啊你。还好吧。Hi Rose。林姐。你看美玲姐，还是那么美。哇，美玲姐，你真是好久不见当年啊！没想到现在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你还是这么厉害啊！来，干杯！郑总，您别喝了，您喝太多了。来，再来。不，郑总，郑总，我们先进屋休息吧。我没事。美玲姐，我们待会儿再干，待会儿再喝，待会儿再干。Cheers。这郑美玲还真以为自己30岁呢。你看吧，照这么喝下去啊，早晚得出事。郑总，来，您先休息一下，我去帮你准备一下醒酒汤。不用了，我没醉啊。你现在还可以跟我讲公事，我任何时间都可以的。来，再给我倒一杯。啊，不能再喝了，郑总，您已经喝的太多的了。郑总，啊。你以为这个酒是我想喝的吗？今天这个 party 是我想搞的吗？刚才那2个女的，一个是江氏集团的少奶奶，另外的那个呢，就是丽人时尚的千金。我跟他们爸爸从小喝到大，爱美到今天，就是一天一天这样子喝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郑总，您这样实在是太辛苦了。我不辛苦，我最怕的是花了那么多心思去创立自己的公司，但有一天后继无人。我希望那个郑楚来帮我，他却不肯。最怕的就是有一天真的没有人来去帮我管我，这样的话，我一手创出来的公司就没有了。你说怎么办呢？郑总，医院那边打电话来说你的体检报告出来了，明天我陪您去趟医院吧。我不去了，你去帮我拿吧。我这个身体呀，能有什么事啊？不会有事的。郑总，那您少喝点，我先去招呼客人了。好吧，去吧。你还手啊，郑楚！你别光着打，你还手啊！笨死了！你还手，还手啊！你还手啊，郑楚！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住手！别打了！不是你疯了，这么冲进来很危险的。你才疯了呢！你有受虐倾向啊！他这么打你，你怎么不还手啊？这是我们男人的事情，跟你没关系。你可真高风亮节哈！我告诉你，在拳场上，勇于出击才是对于对手最大的尊重，你知道吗？你看看你像不像男人？不是拳击不适合胎教，你现在出去。谁说不适合？我就让宝宝好好看看，从小就知道什么是怂。
红烧牛肉面。嗯，好的。然后不加辣椒，不加香菜，不要味精，再来一份云南豆腐皮儿，不要胡萝卜丝儿跟洋葱，哦，再加一个肉夹馍吧，精肉的，多细点啊。哎，好。我说，你什么时候吃饭那么仔细的？我记得你喜欢吃香菜胡萝卜啊。怎么可能是我？我有那么麻烦吗？是他。怎么不见你这么了解我的口味？你是我上司吗？你给我发工资吗？你要是管我一家老小吃喝拉撒，别说口味儿，我愿意帮你搓背捏脚。这待遇我可无法消受。不过我觉得苏芒对你真不错哎，怕你受委屈，居然找我伸张正义来了。今天要不是他在，这件事还不算完呢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他对你到底什么态度啊？忽冷忽热的，搞不懂。看不懂的地方多了，不过这次算他有点良心。你俩聊什么呢？说幸亏你来了，要不然我得死于唐大医生的乱拳之下。那确实啊，不过看情形，你俩复合了。你能不能换个词？破镜重圆。我觉得你有必要去进修一下你的中文。其实你今天不来也可以的，兄弟一拳泯恩仇。何况还有大师开解，我们兄弟之间的事啊，还劳驾2个女人说清。2个女人，还有一个谁啊？小秋。小秋。苏总，你也认识小秋啊？是啊，还是他带我来找你们俩的呢。小秋这个人真不错啊，人长得漂亮，又善解人意，而……喂，苏畅。喂，姐，干嘛呢？吃饭。你这身体还挺好吧？你闯祸了，还是缺钱了？还能不能做姐弟了？你不是怀着孕呢吗？我关心关心还不行啊？不是，你都禽兽20多年了，突然变人，我真不适应。行了，那就别做姐弟了啊！我挂了。哎，你真不缺钱啊？借什么钱？借钱呢？没事了，挂了啊。你没跟我弟说什么吧？没有啊，他问什么了？没什么。唐医生，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呀？这件事你弟不知道？干嘛让他知道啊？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你不是希望苏畅离果果远一点吗？如果告诉他的话，他可能对果果就死心了。是。我觉得你们家的家庭背景呢，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，我确实觉得苏畅跟唐果果特别不合适。我也跟苏畅谈了，我想他以后会明白的。但是就这件事儿，你想我怎么说？啊，我说苏畅，你姐我跟这个唐果果吵起来了，这个唐果果脾气特别臭，你跟她必须断绝来往，不然我就不认你这个弟弟。那我成什么了？看来你这个姐姐挺明白事理的嘛，那是当然了。感情的事儿，好与不好都是缘分。反正我只做个旁观者，把道理跟他们说清楚。至于他们呢，我就不管了。刽子手的活儿，我还是免了吧。面，催一下面。哎，好的。行了，我要去医院拿一个报告单。那我你也去。什么？苏芒，现在我们也算是朋友了。果果那边我会好好教育他，虽然他有点任性，不过他绝对不坏。我知道，她其实是个挺单纯的姑娘。哎，我有事，就先走了，拜。不就是拿一个报告单吗？医生说了你没什么事儿，为什么非得要我去啊？国际保姆条例第3条，雇主出门，保姆必须随时跟从，以防万一。国际保姆条例啊？什么时候颁布的？我颁布的，即日生效。你联合国呀你？差不多吧。我，哎，你有没有点常识啊？我是孕妇，一个人出门多危险呀！必须旁边有朋友或者家属什么人跟着吧。好，不然万一摔倒了怎么办？或者不舒服呢？或者流产了呢？哎呦，行，说点好听的吧，行吗？防患于未然。防患于未然，走。哟呵，
浮出水面了。怎么了？那这个，这是 Ella 的号啊。对啊，你没看出来这是2个号吗？一个是工作号，一个是私人号。这个私人号自从赫赫走了以后，再也没有人用过，现在突然出现了，而且在里面从来不说话。我敢肯定，用这个号的人是费毅。你是说费总用了 Ella 的号？对啊，我知道咱们部门内部一定出了内奸。那费总哪来的密码呢？像你智商这么低的人，当然不知道啦。费毅想知道，那还不容易？那他目的是什么呀？就为了在咱们群里潜水，听我们说些有的没的？没那么简单。费毅这个人才没那么无聊。说的好像你很了解他似的。都爬到我头上了，这叫知己知彼，懂吗？那如果你怀疑Ella是内奸，你打算怎么处理啊？怎么处理？骂他一顿，开除他。事儿都是我做的，只不过从人嘴里说出来，他也没犯多大错。就算我不罚他，他这段日子也不好受。善哉善哉。行了，施主，走吧，再不走下班了。哪儿下班了呀？医院。费总，那我先出去忙了。啊。哦，对了，费总，刚才您出去拿报表的时候，您的手机响了。哦。哼，这案子查的够快的啊！谁呀？一大早的。啊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啊。这是女孩子的房间吗？你就不打扫一下？我哪有时间打扫啊？每天忙商演，还有节目要上。你今天能碰上我啊，纯属走狗屎运。编，你继续编呢。我怎么编了呀？你吃错东西，嗓子坏了好几天。听说你被那个叶丽莎顶了这个节目，慈善会的采访也答得乱七八糟的。啊，他们说什么？说你像一个负面女王啊！你看，你黑眼圈都快掉地上了，广告代言全被推了，现在连家门都不敢出去。唐果果，你现在到底忙什么？是 Tony 那个大嘴巴告诉我的。也不用他说了，全世界都知道了。郑楚那一巴掌是不是把你打傻了？你看你自己，头上都快长草了。不怪郑楚，就是那个苏芒。苏芒有打你吗？那倒没有，但如果我要不是因为他，郑楚能打我吗？那你还要继续追他，不如趁这个机会放弃吧。哥，有你这样的吗？我以为你来是来安慰我，没想到你还不站在我这边，你就是个叛徒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理智一点啊！我今天见到苏芒了，他解释了那天的事情，你也有错，谁让你出言不逊的？哥，你不会被他洗脑了吧？那要照你这么说，我还得感谢他了？就事论事而已，这事不管怎么样，是你先不对的，啊！苏芒怀着孕，你呢，居然跑他办公室跟他闹事啊！我觉得呢，你还是跟他好好谈谈吧。我跟他有什么好谈的呀？要谈也应该是郑楚跟他谈，好不好？我告诉你啊，郑楚呢已经给我打了10几个电话，我都没有接。我现在呢，只要给他发个微信，他半个小时绝对能到。你笑什么呀？真是不凑巧，郑楚陪着苏芒去医院了，恐怕2个小时。
看你一直在打电话，有事儿啊？没事，着急，你看这半天了都。要不然咱们下午再来吧。有事你先走吧，我在这排着。那怎么行呢？把你一人放在这儿，我都不放心。这附近新开了一个咖啡馆，要不然咱们上那儿去消磨时光，同时对吧，还能加个餐之类的。不去，孕妇又不能喝咖啡。那你可以喝白开水嘛。走啊，走。不是，来，往前站。哎呦，还得重新排上。没事儿，号在我手里。珊珊，上海一共就这么几个大商场，我腿都要逛断了。其他地方你自己去吧。总觉得想不通，你有空在这儿难受，怎么不去问你男朋友啊？有些事情啊，你就算烂在肚子里，也不能去问男人，懂吗？烂在肚子里啊，那叫你能容忍，能查出来，那叫你有本事。可是问男人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，那叫质疑。男人都不喜欢女人太咄咄逼人的。珊珊，我能说这是一个胸针引发的血案吗？一枚胸针而已，你会不会太敏感了？我敏感。哎，要不你先上2楼等我一下，我去趟洗手间。哎，我怎么觉得今天你怪怪的呀？你好憋着。苏麻，小秋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等你啊。等我？嗯。对了，看看喜不喜欢这个？什么呀？哎，这个手镯怎么跟我那个项链那么像啊？你也这样觉得啊？我4年前设计这个的时候，就觉得它跟其他首饰都很难搭配。当时我老师还跟我说，嫌我设计的太过于复古，又不讨喜。之前帮你修项链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们俩配在一起肯定好看，就给你带过来了。这是给我的？嗯，这也是缘分啊。你喜欢吗？当然喜欢，谢谢。果果，哎，小秋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你怎么也在啊？哎呀，他们真的不会打起来吗？第6遍了，这个你问了第6遍了，郑楚，你怎么那么啰嗦啊？关心则乱，你懂吗？哎，我是在为果果着想。我跟你说，苏芒发起脾气来，他的破坏力可以呈立方体增长。有这么夸张吗？有这么……你形容的太可怕了吧？不过幸亏有小秋在。哎，你是怎么想到把小秋拉来当和事佬的？这招厉害。只想找一个置身事外的人来开解一下。你没觉得小秋像个解语花吗？我们等着看看吧。他们2个再不共戴天，小秋这一劝，没准能互成姐妹了。希望能如你所愿吧。郑楚，郑楚，
郑楚了，他不在。什么意思啊？是郑楚让我来的，你该不会把他给支走了吧？你看不出来吗？是他把我们忽悠到这儿的。这时候，他怎么可能再敢待在这儿？小秋，你说是吧？没错，我呢是受人所托，来做你们两个人的和事佬。莫名其妙啊！我跟他非亲非故，还是情敌，干嘛要和好啊？谁都不行。小秋，你到底谁的朋友？过来，坐这儿。过来，哎。果果，你呀，别动不动就发脾气，有什么误会，咱们大家坐下来一起说，说开了不就好了吗？有什么误会能解不开呢？我跟他哪有什么误会？我，嗓子不好别喝这个，来，喝点温水吧。你是在关心我吗？大的让小的啊，怎么说你也叫过我姐呀？谁是你妹妹呀？大芒果，你可真会占便宜啊！哎，你可别认真啊，我也没要你这样凶巴巴的妹妹啊。你。哎，果果，你别激动嘛。苏芒，果果她是急性子，你别故意气她嘛。小秋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跟你是朋友，但如果你替她说话，我们连朋友都不成。果果，小秋，她想走你就让她走嘛，别拦着她。你看她脾气，今天我才知道她为什么斗不过叶丽莎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呀，为什么斗不过叶丽莎？小秋，坐下，以免误伤。你再说一次。我说，你斗不过叶丽莎。你说谁？我说你呀。你个大芒果！节目都让你抢了，还不承认？我那是因为嗓子坏了，还让着那个叶丽莎了，对不对啊，果果？对。对呀，哎，小秋啊，我要是有这么个妹妹，我肯定会告诉她，这发脾气是本能，收脾气才是本事。一个女孩子，整天龇牙咧嘴、大喊大叫的，多跌分啊！要学会和敌人把手言欢，这才是成功的要领，知道吗？来，练习一下，把手伸出来，把手言欢。果果，乖，多好的事儿，咱握一手。我才不像你那么虚伪。又不想听我离婚的事儿了。苏芒，没什么，这也没什么可隐瞒的。而且，就他那智商，听了也记不住。怎么样，想听吗？如果想听的话，就快快坐回来。如果你这么想说，那我就给你个面子。随便听听啊。好，那我就随便给你讲讲。我不知道你是从谁的嘴里听来的。没错，我是离婚了，而且还嫁了一个豪门大户。不过，没1个月就离了。郑总，您明天的行程一共有9项。上午的行程是这样的：9点半，您需要接见和睦的杜总；10点10分，美国设计师 Amy 要跟你沟通我们公司新款内衣的设计理念；11点，集团的财务总监 Diver 要来跟你汇报我们上季度的财务工作。至于中午，您已经约了跟 Victoria 吃饭，他说他在公司已经等您3天了，如果您再不去的话，他就要启程飞法国了。你就让 Victoria 改签后天的机票。可是他这次策划部新定的活动名字叫“爱美之旅”，这名字好听吧？这个 Victoria 我没时间理他了，你跟他说，反正都等这么多天了，不差这2天。不愿意的话，就别跟我们合作了。那好，我先出去了。哦，对了，郑总，医院让你去拿一下化验单。我现在这么忙，哪有时间呢？
郑总，好像医院发现一些问题，希望你亲自去拿一次。不然你帮我拿好不好？我真的没时间。什么？原来是那个男人出轨啊！大芒果，你也太软弱了吧！我告诉你啊，如果当时你离婚的时候我在，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欺负。还好啦，人这辈子都是定好，该经历什么，不经历什么，都是定好的。既来之则安之，看开点就行了。哼，你是看开了，可便宜了渣男呢。你知道那些电视剧为什么愿意写苦情女人骗眼泪吗？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委屈了自己，渣男又得不到教训。我倒是理解苏芒的想法，两个人要是没了感情，再谈什么事情都是多余的。所谓的爱呀、恨呀，都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感情还在。所以果果，我这个孩子呢，跟郑楚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过，我也想劝你，好好考虑考虑，你对郑楚到底是爱还是依赖？你也别问我呀，其实我也分不清楚。哎，那我问你，你对郑楚就没有别的心思吗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有本事自己去追他呀！哎，你个大芒果啊！你给我等着！哼，我一定会让郑楚喜欢我的。哎，果果，果果，好，帮你拿错了。我的，怕了吧？真的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果果了？当然没有，只说了一部分。哎，你不会也怪我瞒着你吧？怎么会？我当然理解你了。只要不伤及他人，我们的内心都应该留一个小角落。比如说，陈珊珊是我妹妹。干嘛啊？你好像早就知道了。我其实，我就是不用说，我都懂。就像你啊，从来没问过我孩子的父亲是谁，挺奇怪的。我突然觉得，我挺喜欢这个唐伯伯的。你这阵营变得也太快了吧！本来也没什么深仇大恨啊，你看他那样，直来直去的，简直就是没心没肺。我要是有个妹妹，我想我也会把她惯得像唐伯伯一样。那你以后呢，就可以宠着、惯着你肚子里的这位啊。也对，把她宠上天。